各位家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好，現在咧係12月份圖書組會嘅時間，歡迎大家收睇今次嘅節目。最近咧有一位新成員加入咗我哋石湖嘅大家庭喎，為我哋添咗唔少歡樂嘅氣氛。咁究竟佢係邊個啊？佢就係石家寶，係一隻好可愛嘅貓貓嚟嘅喎。為咗配合呢個咁開心嘅消息，譚老師就邀請同學喺聖誕節期間咧做2樣嘅事情喎。咁第一，譚老師邀請你哋咧閱讀5本貓咪電子圖書。第二樣事情啦，邀請大家參加貓咪電子圖書聖誕閱讀分享比賽。究竟老師想你哋咧閱讀邊5本貓咪電子圖書呢？而家咧大家喺熒幕見到呢5本就係老師推介你睇嘅貓咪電子圖書啦。呢啲圖書咧都係主題同貓咪有關啦，又或者係有貓咪人物嘅圖書嚟嘅。當中有啲係故事書啦，有啲係知識類嘅書，亦都有一啲係考大家 IQ 嘅圖書喎，都好有趣嘅。大家只要登入金月閣電子圖書平台就可以睇到呢啲圖書噶啦。咁究竟點樣可以登入平台去睇圖書呢？我哋一齊睇下。首先咧，同學要開啟學校嘅網頁喎，跟住拉向網頁嘅下方。咁咧會見到好多學習平台嘅，咁請大家點選金月閣平台。咁跟住大家要輸入你哋嘅登入名稱同埋密碼。登入名稱係 SWH 一或學生編號，密碼就係你嘅內聯網密碼。咁咧，然後你哋撳登入。登入咗之後咧，請大家喺首頁嗰度有個地方叫做今日推薦嘅。咁你可以喺今日推薦嗰個部分裏邊咧選出你喜歡嘅貓咪圖書啦，點擊開始閱讀，咁就可以睇到你哋嘅圖書噶啦。如果咧大家睇圖書嘅時候遇到唔明白嘅地方，大家就可以點擊右下角嗰個機械人公仔。文心智友 AI 工具咧就會喺畫面嘅右方啦。咁只要喺右下方輸入你哋需要查詢嘅問題，然後點擊右面嗰個箭嘴 ，AI 工具就會回答大家嘅問題噶啦。咁大家記得去睇圖書咯喎。咁究竟點樣參加貓咪電子圖書聖誕閱讀分享比賽呢？稍後班主任就會派發一份活動紙俾同學仔啦。活動紙上面咧有幾項任務嘅。咁首先咧，大家要按你哋嘅喜好同埋能力閱讀最少1本譚老師推介嘅貓咪圖書。而其他嘅學習任務咧就包括回答一啲嘅問題啦、畫圖畫啦、用 AI 製作圖畫啦，以及創作貓咪故事等等。咁都係好簡單嘅任務嚟嘅啫。同學咧記得要喺1月9日或之前完成活動紙喎，咁然後就將你哋嘅活動紙交俾你哋嘅班主任啦。咁你跟住就請班長將活動紙交到去圖書館門口嘅活動紙收集箱啦。凡係能夠提交活動紙嘅同學咧，都可以獲得1粒我做得好獎勵計劃嘅藍鑽石喎。而活動紙表現最理想嘅30位同學咧，就可以獲得小禮物。至於表現最理想嘅10位同學，更加可以獲得獎狀同埋記優點1次嘅喎。咁大家記得踴躍參與活動啦。咁咧最後咧，譚老師又想跟進一下咧較早前我哋舉辦嘅活動喎。咁較早前咧，我哋就舉辦咗 AI 陪你做分享嘅活動啦。咁我哋就話表現最好嘅40位同學就可以獲贈小禮物嘅。咁不如我哋一齊睇下1至3年級嘅同學獲獎嘅名單啦。接住咧，我哋睇下4至6年級嘅同學獲獎嘅名單喎。上次喺節目裏邊咧，我哋都提及咧，同學交嚟嘅 AI 生成圖片作品裏邊咧，表現最理想嘅20位同學就可以獲得另一份嘅小禮物㗎喎。咁咧最後譚老師收到好多作品喎，咁咧老師都好欣賞同學仔勇於嘗試啦，同埋你哋嘅表現真係好好喎。咁所以最後譚老師決定咧，凡係能夠提交 AI 圖片作品嘅同學都可以另外獲得一份小禮物嘅。咁不如我哋一齊睇下1、2年級同學獲獎嘅名單啦。亦都睇下3至6年級嘅同學獲獎嘅名單喎。恭喜晒以上嘅同學！今日圖書組會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拜拜。